古堡有贩子生技公司的董事长王国营表示，因为八八水灾的时，庄仔内淹大水，民众要救护需要消防车拖载着橡皮艇，相当的无方便。因此，伫个树叶有限、知影地方需要一台合法的拖载的车辆，特别关注消防的勘载车，由着市长黄伟哲代表接收，并且颁奖感谢状。八八水灾阵哦，我有看阮遮庄园哦，有那淹足悬嘛吼，啊，拄有一个破病哦，有那买病煞袂当去煞用吉普车来载安尼，啊，拄有机会，拄少个，拄迄个像迄个有那足人跳闸门溪嘛吼，对，迄阵拄足人跳闸门溪，啊，迄个因遮拢用迄个啥，用迄个消防车拖迄个橡皮艇嘛，啊，所以我感觉咧无方便吼。啊，我当关一个车上会当拖橡皮艇，啊，当做兼载人吼，见气候变迁啊，雨水足够安尼吼，啊，所以讲咱消防队有需要，啊，咱都要做会到，啊，咱怎啊看好咱消防队安尼。谢谢我们非常具有社会责任的台南明星企业吴焕子企业王董事长以及所有的同仁，大家一起齐心协力来帮助我们消防建设，能够让我们打火弟兄姐妹们能有更好的设备。吴焕子捐赠了一部勘灾车，价格大概160多万哦。那这个价格是非常好，可以看到它车身很高。那所以如果有碰到需要涉水的，或是需要这个面对崎岖不平道路的地方，这部车都可以克服屡险如夷。上午的观众仪式包括立委陈廷辉、副议长林志等，以及座位的议员、民意代表拢出席。市长王伟哲除了感谢王董事长的善行义举，另外对着消防人员的努力，给着全国价值的所长指教，未来会用代表国家来出国救援，市长嘛表示肯定。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